2023年7月初1第94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今仔日是台湾文学欣赏会，主题是为爱走天涯。伊撒来牧师娘的故事，咱特别这是三语的绘本。我今仔日本人目睭开刀也袂解注视，所以无方便来主持。咱请即个阿杨伊来主持。阿杨伊足趣味的，就是伊细汉读美国学校，一直拢一路拢一直去去美国留学，转来学台语，所以伊的故事嘛是足精彩的。咱今仔日的节目的主持就完全交予阿杨来主持。好，安尼阿杨，请你接续落去。好，大家平安。今仔日当然主讲是 Jenny， 不过伫请伊来讲之前，咱先邀请金花老师为咱做引言。我相信真侪人拢已经捌金花老师啊。金花老师是一位真受欢迎的台语文老师，为幼稚园到社区大学，现场到线顶，国内到国外，伊拢有咧教。除去教册，伊嘛是台湾罗马字协会前秘书长，现任常务理事。咱即马就甲时间交予金花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哇，真久无见面啊！会当直接佮大家见面吼，足欢喜的。大家晚安吼，因为即个台语的关系啦，我吼愈济岁数愈无用吼，拢安尼跑东跑西，南北二路跑无停的吼，就像拄则主持人讲的安尼吼，我为差不多3岁加80岁拢是啦吼，拢是咱的台语的迄个应该爱学习的啦吼，就是迄个罗马字啊吼，所以甲囡仔就用算的甲老的就用开讲的吼，拢3句无离本行，咱就是讲罗马字安尼啦吼，因为对这母语书写这个概念吼，就是一定爱有一直去传播吼，所以嘛有真好的机会啦吼，尤其昨昏安尼，我甲迄个大学生的迄个绘本摕来做迄种成果发表吼，我感觉真侪好的表现啦吼，我嘛足欢喜。今仔可以当直接甲大家安尼见面吼，实在是真欢喜啦吼。嘛是因为我开课的关系，我才会熟悉 Jenny 吼，所以今仔日伊毋知啥物缘故啦吼，较歹势就安尼，我嘛联络无着伊吼。下晡我佮伊较认是 OK 吼，煞即嘛好，所以我嘛是爱甲伊介绍一下吼。因为伊的出现吼，其实是阮就是因为来学罗马字安尼，所以我知影伊啦吼。了解伊了后，才发现讲吼，其实伊的迄个热度啦吼，真正是毋是一般人所会当对得着的啦吼。伊也决定要做，伊就是照迄个方向安尼去做。当然，伊就是伊过去苏格兰了后，伊可能有一寡。伫台湾语言的迄个环境，甲伊伫遐个环境有类似啦吼，所以伊嘛有因为教会的关系，伊是一个教会的人吼，所以伊对这来所捌的遐个代志，比一般毋是教会人较知吼，所以我嘛会感觉讲吼，伊即种规底是伫台湾吼，伊的灵魂是无去啦，毋过缘分安那牵的，因缘分吼是伫上帝手安尼牵成的啦吼，因为即条路，若毋是因为讲伊是教会人，伊免哪会去注意遮个代志呢吼？就因为安尼，所以伊写即本册吼，即个是伊来莎甲伊丽莎白即个吼故事吼，即内容当然就是一个女性的即个吼，互人真感动的迄种吼。勇气啦吼，甲因愿意付出吼，才种种女性的地位吼，甲即个囡仔安尼。伫遮当然，即个白话字，伫遮会当安尼传来甲台湾吼，互台湾会当有较好的即个文字，会当来写咱较传达的台语话安尼啦吼。所以讲，即款的
要做这样代志嘛无简单啦，而且伊伫遐伊嘛用一个台湾人协会真认真吼，甚至推测到一个有政治地位的这个关系的顶悬吼，会当有较好的交流安尼。所以伊即马这个画本安尼伫台湾安尼写好，伊嘛会有真好的通路，就是讲会当去苏格兰迄边遐吼，安尼互两国的人会当做这个画本的故事，会搁较深的交流啦吼。嘿啊，所以我其实真感动吼，阮伫个迄个社台是课程结束的时阵啊，我拢会请学员来写一首诗吼，嘿，写一个作品啊，结果伊就写一首诗吼，我即马简单念互大家听啦吼。伊的题目就是心归属的所在，就是故乡。要过时，阿公牵着我的手，讲：你袂使袂记得你是谁。你若是袂记得，就袂记得迄条转来的路啊。若是袂记得迄条转来厝的路，外口走较忝啊，你就会迷路，你就会毋知路。了后，孤单死伫生分的树林内底，嘛无人甲你看看。所以我足认真，离去台湾得要10000公里的苏格兰，讲母语。甲台湾时差8点钟的苏格兰，煮阿嬷的手路菜。10年、20年，无论离开故乡偌远偌久，语言食饭不时提醒我迄条转去的路，依然是遐尼明显。我的囡仔出世了后，我用母语甲阿嬷的手路菜，甲因请养，互囡仔认捌阿母心心念念的迄个黄昏的故乡，互囡仔知影因的生命真丰富。阁有一个故乡，会像伊的母亲共款，永远陪伴伊。孤单寂寞的时，会使顺迄条路，转去阿母的怀抱安歇。我是台湾人，我讲台语，煮食台湾味。我心归属的所在是台湾。我念伊的诗啊吼，我想安尼上会当印证伊的心情啦吼。这首诗嘛，伫阮台湾南部最有名的南方剧团吼，陈志勇团长所引出的所在，公开吟唱吼，所以就是用安尼的形式啦吼。台语虽然讲无啥物款伫教育部的这个范围，其实是足弱的啦吼。毋过，阮伫体制外，阮伫个社区大学，也是讲阮伫个会使出来的所在，正经都是安尼认真做。大篇安尼小小的诗啊，虽然毋是讲是偌好，也是偌歹，但是一定是真正的啦吼。我就是用这个角度来看，讲Jenny伊遮尔有勇气，无论是伫倒一方面啦吼，总是会当看到伊的坚持吼。伊即马手内嘛，阁有伫做一寡要互囡仔读的吼，内底嘛有荷兰话、台语啊、英语吼，就是会当用这个方式，伊所做的教育，伊就咧做，伊一直拢伫咧进行吼。所以若拄着一寡无顺时的所在，其实我嘛看到伊足坚持、足有勇气的迄种个性啦吼。我嘛讲，咱台湾人就是逐个人若咧当拢安尼心内有一个愿望，有一个故乡，迄个母语就是感情的故乡啦吼。我想逐个拢有故乡，用这个尽家己的力来甲这个母语的路吼开予愈宽安尼。即马毋知Jenny出来起来袂吼？嘿啊，我是要对伊的介绍啦吼。我想有伊逐个嘛应该嘛有真熟悉啊，就是讲咱爱搁较济安尼的人啦吼。总是生命就是安尼，真有限，一代安尼啦。若会当看到少年的，搁甲画本这个物件，就是要互较细汉的囡仔知影咱以前的发生过故事。台语暗崁遐尼久，逐个嘛是毋知影讲是安那。咱即摆少年讲我学台语要创啥？这无影响我的工作呢，所以我会使毋免学吼，完全失去文化迄种观念啊。所以讲，咱会做画本，我家己本身嘛出2本画本啊吼，嘛是有这个愿望。所以讲，会来伫国会当开课所在，无管线顶现场，也是讲有啥物工作，阮拢会
拍死无走诶，就是会做认真去吹哨啦吼。这嘛是我搁再继续安尼活动吼有快乐诶原因啦嘿。台语加油，台语出头天。好，安尼我对这个小解安尼啦吼，嘿，安尼我插结束。一个话，好，多好，谢金花老师。即马伊的线路有问题吼，我来甲处理一下。迄个黑笔老师有来，因为伊这画本黑笔嘛有迄落参与着吼，咱迄落请黑笔讲甲咱讲几句啊话。你是讲啥物人的线路有问题？这你即马咧讲，伊的线路有问题啦，所以可能如果下面若有讲完吼，咱伊抑阁无法度开，咱就请蔡老师直接讲安尼。好 ，OK，Jenny 的线路有问题，OK，好。啊，即马你著下面讲伊无方便吼，安尼咱就迄落直接先颠倒变过来嘿。蔡老师先讲，啊，你要交互主持人，咱拜托主持人来好讲者。咧处理Jenny 线路的问题的时阵，咱就先请先邀请咱对谈人蔡秋芬老师来分享啊。伊是伫教育部甲成大人前拢有得到高级，啊有伫新竹做台语画本的讲师，嘛有伫新竹的学校教台语，有咧闽南用台文写作，会用伫无共的刊物内底看到伊的作品啊。咱即马就邀请蔡秋芬老师来分享。大家好，我是秋芬。因为Jenny 的线路有淡薄仔问题，所以就是除了对谈以外，我其实有准备其他的台文话本想要分享。啊，本来的意思是，若是就是交 Jenny 对谈，然后我有准备一寡仔问题要甲问。啊，因为伊即马可能要小等一寡时间才当出现，所以啊无我就先介绍我家己佮伊的台文话本。迄个 PPT 对，多谢。所以咱要跳麻烦跳到后壁画本的所在。对，好，遮。对，我有伫新竹市的香山区的亲子馆咧讲故事。然后因为是亲子馆，所以其实囡仔的年岁较细。啊，毋过我伫国小的时阵，教台语课的时阵，嘛会当讲故事，尤其是伫体制外的华德福学校，因为华德福学校无用教育部的台语的课本，所以我是用绘本，然后用台语教因讲，所以我上课的时阵拢是用讲故事的方式。然后我今仔日按算要介绍3本台语的绘本，然后第一本热天的时阵，其实大家应该拢足侪人知，因为这本真出无偌久，真是昨晚搁出红。然后这本我有伫亲子馆讲过，就是3岁到6岁，然后反应是袂歹的，尤其是家长，因为其实亲子馆去的囡仔是听无台语的，啊，毋过家长会当替因解说。我伫亲子馆是袂讲华语的，啊，毋过家长会当讲华语了囡仔解说。然后这本叫做《热天的时阵》。麻烦帮我。然后这是伊的蝴蝶叶，热天的时阵，好听啊。然后伊内底就是讲，热天的时阵，定定有互人期待的代志。天顶的湿地甲白色的云影，甲明明明，实在足迷人。树仔顶的山影黄紧紧，若亲像细细粒的石头，一粒一粒掉伫遐喊来喊去。风伫树尾底凄凄楚楚，
阮上爱踮门口埕佚佗。就雨天嘛共款。雨直直落，直直落，就袂停。门口埕的树仔，逐丛拢食水，食甲饱通通。啊，雨停啊，四界拢澹漉漉。甲细丛树仔摇摇咧，又搁落一阵颯颯仔雨。讲到遮的时阵，我有伫亲子馆内底交迄家长问讲，因敢有即种经验？因为我细汉的时阵，若是真正落雨，然后因为囡仔人爱耍，所以行过树骹的时阵，会超工去甲迄树仔摇者，然后伫我后壁行过的同学就会互雨淋冻去。后姊仔多谢。甲大丛树仔摇摇咧，袂输搁撞着西北雨。日头出来啊，风透过来，凉凉，真爽快。再会，再会。明仔载咱要过来做伙耍哦。即本因为伫亲子馆讲的故事，我必须爱讲，因为来亲子馆的囡仔其实是听无台语的，就是来10个，通常9个拢是听无台语的。然后要用全台语讲话本是有困难的，所以一开始紧的话本拢是好笑的，就是伊的画面爱是好笑的，让囡仔会当看图，小可了解伊的意思。所以一开始要紧即本的时阵，我有淡薄仔迄个爱心理准备，因为我知影即本对细汉囡仔来讲可能较无法度理解。毋过爸爸妈妈因的反应是好的，就是迄天家长的反应是好的，因拢讲有即种经验。好啥？安尼咱搁换另外一本。即本树仔脚的自由网是迄阵是集资出的，所以市面上应该无啥好买的。毋过图书馆是会当借着。然后我有特别拣即本，因为我家己是台南人。然后即本是台南女中的老师带台南女中的学生囡仔做，所以对我来讲有较特别的意义。所以是树仔脚的自由网。即本我等下会当分享我伫学校讲的感觉。伊捌过过，迄当阵是伊人生上欢喜的事。迄当阵世界真简单，幸福嘛真简单。迄当阵伊长青春，长美丽。1941年迄时，台湾还阁互日本统治。迄当伊入去台湾州立第2高等女学校读册。迄时的台湾州立第2高等女学校其实就是台南女中啊。因为迄阵是日本人统治，所以第一好的学校是日本学校。即间即马其实就是台南女中啊。然后个后姊啊，多谢。免想嘛知，台湾互日本统治的时代，毋是逐个查某囡仔拢有机会去学校读册。上头嘛无迄款的风气参环境。毋过到伊入学的时，台湾社会已经有愈来愈侪查某囡仔爱要读册，想要加捌我物件。伊伫2高女读册时，虽讲讲车衫、画图遮的课嘛是爱去上，毋过会当学习的科目已经加真侪，就安尼伊的世界变甲搁较开阔。你好，你号做啥物名？你好，我号做丁窈窕，请多多指教，请多多指教。咱即马来选班长，敢有人要提名？老师，我要提名丁窈窕。就安尼，伊正做班长。伊相信伊永远会记得，家己是伫倒一冬、倒一个月毕业的，因为迄个月伊所徛起的所在，互无情的炸弹大暴击。美国的飞行机、空袭的声音、海边的火药味，蓝蓝惨惨，成做伊的毕业歌。
迄当伊18岁，就伫混乱惊吓诶时，伊离开校园。同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降服，第2摆世界大战总算结束了。战争结束了，伊掠准讲遐尔啊艰苦诶代志拢袂阁发生啊！无想到2冬了，伊竟然看到迄个号做祖国诶政府对台湾人弹刺，一个搁一个受到台湾人尊敬诶人互枪杀，包括台南诶唐德宗先生，一个搁一个各行各业本正咧替台湾人发声诶头人，煞无法度搁再出声。军队按家人上岸，沿路扫落人，甚至甲台湾变做一个无声无势诶岛屿。虽讲已经袂当公开谈论断，毋过伊和朋友也是会偷偷仔交换家己知影诶消息。听朋友讲，1947迄年，敢若一个无声诶大暴击，甲台湾人弹甲啥物拢无剩，嘛亲像是一个恐怖诶、永远看袂到尾诶故事。总是安尼，过无几日啊，就阁有人安尼伫即个世间无去啊。等到搁再有消息诶时，伊敢若剩互写点报纸顶头诶名姓尔。伊定定咧想，为虾米会安尼？安尼敢真正无对？啥人会当来解答？有啥物是我会当做诶？然后伊就敲电话啊，喂，遮敢是警备总部？然后姊啊，我伫迄个花地科学校教诶时阵有，歹势是后一啊对，我有摕互学生囡仔看，伊内底其实就是绘本顶悬有写足侪人诶名，然后遮诶头人拢是就是互日本掠去，啊，就是甲人拢处理了以后，就袂个人搁袂有人带头作乱啊。然后拄好5-6年啊，其实因诶课本嘛是有教着这，所以因讲着诶时阵，像啥物陈定波啊、高一生啊，囡仔拢是会知影。一夜倒啥？互人掠去了，伊诶人生敢若剩家乐真顺尔尔。后来阁有放风场、车衫纺织厂，足侪新诶名词。伊和带钢筋家乐诶朋友讲，咱敢若搬到一个无共款诶世界，所以讲咱着爱去捌一寡新诶名词甲规定，当时才会当转去原底迄个自由诶世界咧。伊若固定天三诶线，若想甲规个人拢戆生去。伊诶囡仔嘛是踮家乐内底生，囡仔会出世，嘛互伊感觉欢喜，嘛互伊看到希望。大家拢足喜伊诶囡仔，水款规工拢咧讲要做啥，互伊诶囡仔穿。迄当时虽讲有较幸福，毋过暗时代志一个人诶事，伊就开始操烦。妈妈足想要永远，妈妈足想要踮伫你诶身躯边陪你大汉。伊细细声甲囡仔讲，因为惊家己会拄着歹代志，伊想要留一寡物件落来，所以伊伫放风场遐诶树仔骹囥一个溪仔，想办法甲一个和伊斗阵反抗政府诶朋友讲即件代志，希望讲迄个朋友会当看到迄张批，会当甲代表伊家己诶迄撮头毛带离开即个无自由诶世界。然后就是特别接近。我讲即本绘本诶时阵，拄啊好看迄个《流麻沟》迄部电影无偌久，然后《流麻沟》内底嘛有特别接近，就是若是讲着特别接近，就代表伊要互拖出去枪杀，所以后日啊会有迄个，就是伊会行过一个黑暗诶、长长诶路，然后出去迄个门骹口。然后出去迄个门骹口诶时阵，因会替伊翕相，然后迄张相后来就是伊诶人生诶最后一张相片。所以伫流麻沟内底迄个女主角有讲，因要做无声诶反抗，就是因诶迄张相片是笑诶。毋过我毋知我安尼讲诶时阵，囡仔敢有法度了解。过足侪冬了，过送甲当年迄个溪仔再来台南女中。台南女中
就和遮个人共款，拢对时间在改变。即马台南女中的主址已经毋是早前台南省立第2高等女学校的所在啊。伊迄阵的台南第2高等女学校，即马变做中山国中，就是台南的另外一个女中。然后台南女中的主址已经换过啊。毋过过上相信伊应该是袂去嫁到遮，因为毋管世界安怎变化，即个所在的青春和幸福永远拢袂变。这拢是戒严了才出世的囡仔，就互你住遮看顾你的学妹，安尼敢好？伊的时间冻点啊，外口的时间煞拢无停困。伊的时钟点去啊，外口的时钟煞亲像走马灯，悠远转无去。1冬、10冬、60冬，有人早就袂记了了啊，有人煞永远袂当放袂记。1冬、10冬、60冬，有人已经拢想袂起来啊，嘛有人还阁记牢牢。一世人若是有够长，梦想毋知会有偌济。伊即世人短短已经袂当继续做美梦。一世人若是有够长，应该会有足济美梦甲理想。伊即世人短短袂当阁做梦啊。毋过伊还阁会记住，上尾的美梦是自由，总是伊愿看见，最后的愿望到尾理想是自由。我后来有交囡仔讲，我看迄个流麻沟的时阵，因互请，就是互管的遐个人，互请去一个细细的诊讯室，然后因会坐伫一个桌仔顶悬，然后伊会希望伊签迄自笔书，就是承认伊有做毋对代志。啊，毋过其实因是无做毋对代志，所以因拢无愿意签。啊，因呢，就会甲台湾的亲人对台湾寄去火烧岛，因为因互管理火烧岛，会遐的包裹拆开，然后就会问伊讲：即个肉酥是恁阿母寄互你的，啊，你敢有想要食？然后迄个人就会点头，然后讲安尼你爱签名，就讲我无做，所以我无愿意签。伊讲你若是无要签，伊边仔有一个火炉，就甲迄包肉酥等入去火伊的火炉，然后佮摕出一张批讲。即张批是恁阿母写互你的，你是毋是真久无看到恁阿母啊？敢有想要看？然后迄个人伊个点，然后伊讲：你若是想要看，你就爱签名。然后伊原是讲我无做的代志，我无法度签名。然后迄张批又搁互等去迄个回来。然后后来搁有一张相片，是伊的囡仔的相片。伊讲：你离开台湾的时阵，你的囡仔是毋是敢若4岁？你的囡仔即摆已经足大汉。你敢有想要即张相片？然后其实迄阵因问的迄个人已经跑到无法度回答，然后伊原是嘛是无要签，然后迄张相片嘛是等落去互火烧。然后我伫6年啊，交高中1年啊，拢讲共款的即个故事。然后高中1年啊，迄个班自头到尾拢无人讲话，然后拢足点的。毋过迄个班本来是足差的一个班，然后6年啊，迄班。6年迄班就足心血。我咧讲的时阵，下骹的查甫囡仔就讲签落，是安怎无爱签落？就是因的意思，就是若是签落，就当摕到遐物件，是得到自由的时阵，因惊我讲因决定会签。我毋知因讲的敢是真正对，就是我伫学校讲的效果是安尼。多谢。Jenny 还袂起来是无？已经起来啊 ，Jenny 已经起来啊。安尼我感觉有需要甲即本讲了。像你会使互 Jenny 先讲，啊尾啊你还阁讲好无？啊是你要讲了嘛会使，不要紧，安尼我互伊先讲，因为就剩即本尔。我互伊先讲，安尼毋慢。不要紧嘛，咱互伊先讲对。好谢你来啊。歹势，因为阮兜今仔日下晡落大雨，应该是网络毋知出啥物问题。我真正念足久，我即摆是用手机仔的网络，所以对，所以真歹势，甲大家知道对。好，你敢袂当开镜头？因为我惊我开镜头，因为是手机啊。对，因为我若搁开镜头，搁有搁要分享我会惊。来甲你分享，阮即边甲你分享啊。
好，安尼也是恁遐有 PowerPoint。嘿，嘛是你进前有寄互我，阮甲你分享，啊，你讲就好。好啊，好啊，安尼看，嘿，如啊，所以你我是惊，专心讲。好，好，啊，因为我较拄仔嘛有寄，因为我足惊会那个，所以就是好，安尼你我有寄先新的是无？你有寄新的是无？我寄好相片，安尼敢看有？有看有。好，对，大家好，歹势，因为我迟到，所以我较紧甲我想要讲的讲。甲大家分享啊！今仔日真欢喜，其实我已经准备足久诶，对，但是我甲大家先歹势啊，真感谢梁公兄会当邀请我来讲这本绘本。其实我要讲这本绘本已经做2档啊，就是我最开始甲大家分享讲我要做这2本的绘本已经2档啊。如果大家若有印象，就是伫咧2档前我就有讲我要做这本绘本啊。真感谢上帝，因为其实这本绘本伫咧长老教会的教育书内底，其实是真正是上帝印刷才有法度找到的。伊莱莎其实即个牧师娘，大家人拢咧找伊，啊已经找155档啊，拢找无。我等下甲大家分享我是安怎找到伊。好，后一张。是毋是？对，好，啊，大家即摆来看阮即个，中即个大家人看到啥物？无大家台湾，对，看到台湾的，好厉害耶！啊，阁有人看到啥物？阁有人看到啥物？ Scotland and Taiwan。对，就是其实即组字呢，就是我甲阮台湾人伫咧苏格兰咧做遮什物代志诶，即个故事，甲台湾的一个足有名诶，专门咧写颠倒字诶老师，伊个名叫做林国庆。我毋知影大家毋敢知影林国庆老师，就是伊之前有帮外交部写一个自由民主，啊变过来是交财进步，就是颠倒字的一个老师啊，伊嘛是咱高雄人安尼。啊，我著甲伊分享讲，阮遮的台湾人伫咧苏格兰在做啥物代志，所以伊就讲安尼真好，伊要送阮一组字，啊，即组字就是台湾，是用汉字写台湾，但是你若甲伊颠倒过来是看到 Scotland 甲台湾，因为阮就是希望当借即个绘本开始甲台湾甲 Scotland 呢，过去的历史无去互重视的，甲伊重新去甲伊提出来，互大家人了解。通拄有看到台湾的遮的人呢，林国庆老师讲，如果你的第一个印象，你一开始就看到台湾，代表你的心中就是拢有台湾，拢是甲台湾下伫咧头一位。所以你一看到，心内是想着啥物，你就是想着啥，你就是先看着啥物，安尼对。所以代表大家人心中拢是有台湾，所以一看到就是台湾，真好安尼。好啊，是安怎要找伊拉莎甲即个伊拉斯贝，啥是即2个绘本的主角呢？上大的原因是因为我2020年的时阵，我经过阮上好的兄哥，就是蓝英玲，就是一个打教乱歌团的团长。英玲伊是我对高中开始就熟悉真好的兄哥啊。伊2019年的时阵来苏格兰，啊伊就甲我讲，阮兜的阿文愈看愈像 potato， 拢无番薯仔的形，安尼。啊伊就讲，你若是要有番薯仔形，就是爱有番薯一定爱打土去，才会生根，啊才会发酵。啊，生根袂生根，就是阮做士大人上大的责任，因为你爱家己起来台湾打土去，嘿，啊会发酵袂发酵，才是伊后天的。啊，所以受到伊的鼓励，所以2020年的时阵，转来投票，我先生是按算讲要伫台湾带阿文转来打土去打半冬，但是就是拄着即个中国武汉肺炎的关系，所以阮就伫咧台湾。啊，因为阮伫咧台湾，就是
阮就有咧拍剑道，所以阮就去高雄遮的武德殿的剑道馆后壁，就是去武德殿练剑。啊，阮遐的先生就甲阮问讲，阮对倒位来，我就甲因讲，阮是对苏格兰来，因为阮苏格兰人其实真袂爱甲人讲阮是英国人，因为阮毋是英国人，阮是苏格兰人。啊，即个问题就是英国即个词其实是一个翻译错误的词，对阮苏格兰人来讲，因为英国 England 嘿，你就是英格兰的 people 尔，但是阮是 Scotland， 阮毋是英格兰，嘿，所以阮若要共介绍，阮就共讲 We are Scottish, we are from Scotland， 安尼，所以阮若翻做就是台语，阮就是讲是对苏格兰转来安尼啊。我是无真仰望讲遮个时代因会知影苏格兰是倒位，因为对大部分的人来讲，苏格兰是足遥远的所在，甚至是无听过，甚至因嘛毋知影苏格兰甲英国其实是 The United Kingdom 安尼。但是阮即个先生，道馆的先生，啊，甲遮个较老一辈的老师，因竟然甲我讲，哦，苏格兰阮知影，因为阮高雄武德殿的剑道馆后壁有待2个苏格兰人，然后迄个时阵我就感觉足奇怪啊，因为我就是伫咧盐埕埔高雄盐埕埔蛤蟆省遮大汉的囡仔，我哪会毋知影讲遐有苏格兰人，佫是待2个，这是啥物意思？啊，我这人就是较白目，我就是知影，就是有人起一个头，我就一直想要甲伊找出来，到底迄2个人是啥物人，所以我就找就开始去网络顶乱找，啊，我真正就找着讲，哦 ，OK，高雄武德殿的剑道馆后壁，以早伫咧155当前，遐叫做外国人公墓，就是 British Consulate 英国领事馆，啊，佮有马阿哥、李休牧师，因伫打到迄个来遮了后，因为因有一寡人伫遮过身，所以因就伫咧阮即个武德殿后壁遐买一块土地，就是British Consulate 英国领事馆下骹买一块土地，啊，就是做因外国人的公墓。啊，但是因为即马就是对1960年的时阵，因为中华民国政府就是走来台湾，啊，因遐的兵啊无所在通住，所以遐就有一个空军的一个军团，因就互遐的外国人公墓，互因遐的军团的人去住，所以我出世的时阵，遐就拢已经是人家啊，就是遐的国民政府遐来的兵啊，就直接伫咧公墓顶悬起厝，所以是安怎？迄个老师会知影遐有待2个苏格兰人，是因为10几当前，阮即个长老教会有一阵牧师10几个人，因有想要去找李休牧师的墓，所以因一阵人就是安尼伫咧迄个武德殿的附近，安尼伫遐说，啊四界问，看嘛敢知影，啊是苏格兰话，所以迄个时阵因才知影讲，哦，武德殿后壁其实古早时代是外国人公墓，啊有待苏格兰人。安尼，所以伊对苏格兰足有印象。啊，我就是迄个时阵才学着哦，所以后壁有苏格兰人伊的名叫李休，但是因为我是长老教会的基督徒，我是安那毋知影李休，啊是安那长老教会拢无人咧讲李休，因为照理讲李休是长老教会第一个会当甲人受洗礼的牧师，应该照理讲伊应该爱足侪人甲伊讨论。啊，我2020年的年底知影即件代志了，我2021年的时阵，我就去问台南新学院，进前伫咧台南新学院在教册的真好的好朋友，伊的名叫蒙怡啊吼，啊，我就甲伊问讲，你敢知影？阮遐后壁有待2个，一个叫李休，啊，一个是因囝，安尼，啊，因某到底叫啥物名？嘿，啊，到底因是咧创啥物？啊？蒙伊就是我好朋友，伊听到我咧讲李休即个人的名时阵，伊着一个车惊，伊就讲，即个名已经20当无人甲我问过啊，因为20当前哦，伊进前有做梦，李休来甲托梦，甲伊讲有一件代志足重要，你一定爱斗相共。啊，迄个蒙伊伊就讲，伊是新学院毕业的学生，但是伊嘛毋知影讲啥物代志，但是李休，若无甲伊讲要做啥物代志，但是即20当来，无人阁甲伊提起李休即个名，啊，就是我较白目，就去甲伊问安尼。
问伊就甲我讲，你这是一个新食，你一定爱好好去研究你是啥物人啊，所以我就开始去研究，我开始去问足侪，想要就是之前有要找李休的遮的牧师，也是讲找着长老教会遐个历史的老师郑阳安老师，也是足侪，因拢甲我讲，因嘛咧找李休，因更加咧找李休因某，就是牧师娘。因为郑阳安牧师伊找着李休牧师娘的名嘛是一个意外，才知影讲哦，原底长老教会155当来一个无名的牧师娘，伊的名其实是叫做 Eliza Caroline，伊的名原名叫 Cook， 但是伊到尾叫李休，所以变做 Hugh Ritchie 安尼，就变 Ritchie 啊，所以大家知影伊的名嘛，毋知影伊的出身到底是啥物代志，嘛李休嘛拢毋知，我真正是对2021年开始找，差不多半冬，找到2021年的真正7、8月啊、10月啊，反正我就是找足久，找到差不多要7、8月啊，嘛拢找无，到尾我就甲问伊讲，我真正感觉，就算这是一个新药，我嘛找无啦，因为你看，长老教会遮尔侪高人老师，新行业拢找无，我凭啥物找有？问伊讲，你要相信一个代志，叫做祈祷，嘿，所以我迄个时阵，我就甲问伊讲了，我就讲好啦，无就来祈祷，所以我真正压头祈祷，我就讲主啊，如果你真正要互我了解是安怎要找着即个牧师娘，你一定爱互我一定爱引带我去找着伊。嘿，你来甲我牵路影也无，其实我真正是无路通行，我嘛毋知影要安怎做。结果我祈祷了呢，忽然间就有一个灵感，因为我以前有咧帮阮翁写因兜的 family tree 的族谱，我就想好，如果我有李休的名，佫有李休的出世，佫有李休一寡detail 的一寡资料，我应该会转来阮苏格兰的户政事，就是阮的网络顶悬，阮有一个户籍的网站，就是转来阮的算阮的户籍的事务所去找即个人安尼，所以我就转来阮的户籍事务所遐开始甲伊的李休的资料拍入阮的户政的系统内底。我拍了的时阵，足恐怖的代志就出现啊，就是李休甲牧师娘Eliza因两个 family tree 全部拢走出来，就是两个完全是对台湾人来讲是足完全无熟悉的两个，但是忽然间我就找到因两个的族谱，对阮的苏格兰的 archive 内底遐找出来，包括因的受洗的证明啊，所有物件拢找着安尼。嘛佫有找着因以早写转来阮苏格兰的批，佫有足侪因进前伫一寡宣教师用白话字写的，佫有安怎伫咧台湾宣教的一寡文献拢有走出来。我就是摸着即两个人的族谱，我就真正是半暝啊，差不多2、3点，我就甲问伊。打电话互伊，伊就讲，我就讲，我真正找着，这足恐怖，我真正规身躯拢在错。我讲这是真正是无可能的代志，那是我找着。问伊就讲，安尼就是你要甲伊的故事写出来。所以，啥那是Eliza是安尼来的，毋是我写的，是上帝写的。歹势，我今日毋是咧宣教吼，我无甲大家讲信上帝会着选召，但是我是甲大家讲，我是安怎找着Eliza即个故事。因为有伊的族谱，所以我就会当找着伊的后人，所以毋是后人，袂当讲后人，因为我顶个去东门教会有人讲袂当，应该讲伊的后裔。对，我有找着伊的后裔，因的后裔佫有伫的，但是已经90几岁，嘿，伊就开始甲我讲因兜的代志，Eliza因兜甲李休因兜的代志，好所以。就变做讲，因用写 email 互我甲因兜所有是安怎，伊对细汉一直到
读册，一直到是安那来台湾，来台湾了后，佮转去去苏格兰是做啥物代志？伊即摆待伫咧苏格兰的倒位，我就甲伊写出来。所以伊莱莎的故事是安尼来的。是安那会找着 Elizabeth， Elizabeth 就是宋 Elizabeth， 因的先生就是叫做宋中间牧师。我是安那会找着伊，其实嘛毋是我找着伊，是因为我伫找伊莱莎的即个过程当中，我有写批互我的苏格兰长老教会总会的牧师，因为我本身是苏格兰长老教会总会的主会，我的牧师是迄当总会的总议长。我有甲伊问讲，你敢知影伊莱莎甲李修即两个人？伊讲伊嘛毋知，但是伊会当替我做一件代志，就是伊会当替我发一个叫做迄叫啥email， 就是像迄个广告的邮件，你大概拢会收到迄个 general email 啦吼，差不多加出就是2万人拢会收到迄种 marketing 迄种 email， 讲伊有所有苏格兰总会阁有看外国的一寡牧师的 email， 伊会当帮我发一个即种的 email 去问看觅啊，敢有人知影伊来参加理修，所以伊迄个时阵就有帮我发即个 email。即个 email 发出去嘛，当然是无消息啦，差不多3-4个月嘛是拢无人回。但是，就是当我已经找着伊莱莎无偌久，故事差不多要写了啊，忽然间Elizabeth的后裔叫做 John Christie， 就是伊爱叫伊莱莎高伯，对，高伯，伊的后代干仔孙啦吼，伊叫伊高伯。伊讲，伊2010年的时阵，伊做苏格兰总议长的时阵，伊有来过台湾，因为 Elizabeth 伊待伫咧台湾的台南门迄个南山公墓遐，伊有来甲伊献花。伊讲伊毋知影伊来啥，但是伊知影因高伯的代志安尼。如果我若有兴趣，伊会当甲因高伯的故事全部讲互我听。伊想要讲互我听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伊感觉伊的高伯祖是安那会来台湾，上大的原因有可能是伊的高伯祖宋Elizabeth伫细汉的时阵，主入学的时阵有读到伊莱莎对台湾写转去苏格兰的批，所以伊对细汉的时阵就知影 Formosa 即个美丽岛的故事。所以伊对细汉时阵就一直想要来台湾，所以伊感觉如果我会当甲宋Elizabeth的故事嘛写出来，安尼两个人做伙，应该是上好的，安尼。所以宋Elizabeth的故事嘛毋是我找着，嘛是上帝引出来，互伊来找着我，我甲伊写出来，所以我就是去记笔，甲伊写出来。好。是安怎？我一直坚持要做即两个人的故事，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女性，我是一个台湾人来到苏格兰的新的移民，我嘛是为爱走天涯，为着爱，所以我来到苏格兰。遮的牧师娘，因嘛是为着爱来到 Formosa， 对，所以但是因为因两个人。自古早到即马，无人知影因的名，就算有人知影嘛，真少去人提起。是因为155年来，所有台湾的教会历史，也是台湾的，莫讲是教会历史，也是台湾的所有的有名的历史，大部分拢是用查甫人的名做观点。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嘛无发现，是伫咧2018年的时阵，因为阮台湾，阮协会有。帮赞即个马哥的干仔孙女来台湾探亲，找找伊的迄个阿公甲阿祖啦吼，就是马哥，就是伊的马哥的干仔孙女转来到苏格兰时阵，甲我讲一句话，我真艰苦我一直记伫咧心内。伊甲我讲，恁台湾人介绍安对祖囡仔较无重视吼。我讲是安怎讲？伊讲，因为我行到倒位，大人拢无先问我的名，
大人拢先甲我讲，你的阿公真厉害，但是恁无人甲我讲，我的阿嬷嘛足厉害。无人知影阮阿嬷的名，但是大人拢知影阮阿公的名。但是我真希望大人会当知影阮阿嬷的名，嘛会当知影阮阿嬷为着因阿公爱，即个爱嘛有贡献足侪互台湾。但是台湾人无来纪念阮阿嬷，阮叫祖妈，对，阿嬷甲因祖妈，所以伊就讲，历史牧师娘是一个无名的人。恁台人敢知影恁牧师名的名？也是恁知影伊叫做牧师娘。即个问题，伫咧2018年的时阵，伫咧我的心内有足大的，就是我感觉足深的。啊，我迄阵一直咧思考要安怎做，才会当 turn over this idea。啊好，就是2020年就知影即个代志，2021年佮知影即个伊莱莎甲伊莱莎贝，所以我就真决心，我一定爱甲即两个对台湾贡献足大的女性的故事写出来。这是我写要写因两个人的故事的原因。嘿，因为台人应该知影伊莱莎伊是中营女中的创办人，啊，伊嘛是台湾第一个提倡讲做囡仔一定爱读册，袂当白卡的人，伊是 pioneer。啊，宋Elizabeth是安怎做厉害？因为伫咧宋Elizabeth来进前，台湾的妇人人，足侪人生囝生甲翘起，嘿，无法度开刀嘛。啊，而且迄阵的妇人人真少去互人看，做人足少咧互查甫人看内诊即种物件。但是因为宋Elizabeth伊本身是有3个医学博士，医学的迄个学位。伊嘛是阮苏格兰第一个女性摕着3个医学的学位。如果若照你讲，即种人啦吼，伫咧迄个时阵的迄个时代的苏格兰，若留伫遐，伊一定是发大财，一定是趁大钱。问题是伊一毕业，伊就来台湾，因为宋中间牧师伫咧台湾咧宣教，所以伊一毕业摕着3个医学的即个学位，伊就来。伊是安怎要读3个医学？因为伊知影讲来台湾伊当有一个人尔，所以伊一定爱读3个。其实即个物件就是拢因咧，互会甲我讲，因咧 why they want to prepare, how they prepare themselves, and then they come to Taiwan。啊，我听了真正是足感动，因为有人会当决志一生就是要做即件代志，就是要来台湾，而且伊来台湾，佮着着玛利亚，佮过身伫遮。呀，所以我就是一定要甲伊写出来。啊，我感觉 this is a history， and if 如果这个历史，伊就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如果台湾人会当佮转去了解台湾人的历史，阮就会知影讲，台湾今仔日有今仔日，是因为有济个人拢足爱台湾，拢足疼惜台湾，所以阮才有法度徛伫遮有今仔日。对啊，希望透过安尼的故事 ，it's just a kickstart， 会当甲台湾甲苏格兰两边足侪物件会当个 reconnect 起来安尼。所以 I hope this is a token， 就是我希望这是一个小小的代表性的物件啊，但是伊会当有足大的作用。好，啊，再来个后一张，过来就是要开始讲是安怎。如果大家人有我的画本，恁会发现讲我内底的内容拢是用英语写，啊，过来就是白话字。嘿，对，而且我是安怎一直坚持。其实我要写即个白话字，要用白话字甲英语的时阵，其实出版社还佫有足侪人拢有互我足大的建议。因为因甲阮讲，伫咧台湾写白话字是无市场的，因为伫咧台湾拢是用迄套叫做啥物？中华民伊的专名叫做中华民国教育部闽南语拼音系统。好，伊的专名是这，我有甲背起来。啊，伊的毋是一个字。对我来讲，伊是一个 whole new world， 因为我长老教会 ，Hello， 敢有听到我的声音？
好，因为我听袂着我家己的声音。好，因为对我来讲，我就是读的圣诗甲圣经拢是用白话字，但都是即个闽南语拼音系统，对我来讲是新的。我是I mean it's very similar。毋过，这就是 爱一个转变啊。但是伊有市场，因为伫咧台湾，若要卖台文的册，通常拢是对学校去做教材。咱若是无用迄套，学校就无要买，真侪人就无想要，就足歹杀的。This is a fact， 这是一个事实。佮加上英语，其实台湾是一个华语的世界，当然即摆有人要讲爱提倡英语，但是佮较安怎讲，考试升官发财拢是爱靠华语，所以我要出的即两个语言的系统是伫咧台湾是绝对无人会买，绝对无人会买，绝对无市场的。对，但是我是安怎要安尼做？因为我甲因讲，台湾人今仔日有法度认捌即个世界，有法度读册、写字，因为阮是对伊莱莎马阿哥的太太，过来就是伊莱莎，咱是对因开始学着白话字，有白话字，有法度出叫做教会公报，才有法度认捌即个世界发生啥物代志。台湾人155当前，甲世界是有连结的，咱就是用白话字甲英语在认捌即个世界。咱台湾人伫咧155当前，就是足国际化的国家甲国民，但是阮已经袂记即啦，所以就算讲20万摕出来，等咧水里，是绝对无可能回收的。但是我希望会当做一个模范，就当互大家人知影讲，2030年咱要求的即个双语，应该是爱用英语甲白话字来做书写的系统，因为白话字伊不但会当写台语，伊阁会当写客语，阁会当写原住民语。因为155人前，咱的遮的宣教书就是用白话字在写 local 的 language 去互因读圣经，所以我是真坚持，就是安尼出，而且过去的教会公报嘛是安尼在书写，想要互台湾人了解，咱安尼嘛是有法度认捌世界，咱安尼嘛是会当认捌到足侪的知识，毋免一定去互华语博士安尼。好，所以我才会出安尼的版本。是安怎会有 traditional Mandarins？ 讲到底啦，也是出版社真大的困难。伊甲我讲，若完全无华语，伊真正无法度杀啊！伊真正，就算我要摕钱去甲伊自费出版，伊嘛无想要互我出版，因为伊安尼库存就会现不带就有1000套，2本就有2000套，2000本伫咧伊的库存，根本就是一个，就算你想要跳海，伊嘛无想要互你去，因为伊感觉安尼造成伊的困扰安尼，所以讲拜托我一定爱写华语。还有第二个原因啦，就是讲伊咱啥的遮个史料，阮苏格兰台湾协会应该是，甲蒙语应该是阮是第一手发现的，遮个史料是第一手。对一寡即摆又搁咧读神学院的一寡囡仔来讲，要叫因一声就是读，因为因就是拢伫咧华语的环境，搁有对一寡咧做
历史的学问的研究的人来讲，有一点仔欢喜，对因来讲要找资料、要看资料是较紧，对历史教育来讲是有帮助。所以我就是好，安尼阮就是伫咧后壁，全部拢是甲囡仔的绘本无关系，就是全部拢是就是写伊的史料的部分，阮就是有插3个语言安尼，才有插一个华语入去，对，安尼。所以这就是是安怎伊有遮尔侪语言安尼，嘿，但是头前迄个 picture book 的部分呢，就是绘本的部分，就是当有英语甲白话字安尼尔，对。好，搁第二，搁后一张。对，这就是大家人。如果恁若有买我的册，恁就会看到阮的内容，就是安尼，就是顶管是用英语，下骹就是白话字对照，是真正对照。因为就会当互英语使用的英语人，伊要读英语了，伊若是有兴趣，想要试看卖啊，台语讲即个故事是啥物款的开口，伊嘛会当落来下骹看遮的台语 ，try to read， 所以阮才会安尼做，安尼好。要写出来其实是真困难，因为时间是真久啊。爱用一寡当地就是苏格兰的囡仔有法度了解的一寡语言，还有台湾囡仔有法度理解的语言，家己的故事写出来，实在是嘛是真大的挑战。所以我写家己帮我就记得，写家己我就记得。所以真正遮个册毋是我写，真正我毋是作者，作者是上帝。对，我真正无要卖，我真正无要叫大家来信稿，我是甲你讲，这真正就是一个 miracle， 对。叫我过来写一个，我即马可能无法度啦。对，所以我就是用安尼的方式去改写出来。伊遮个画吼，就是遮个 picture， 遮 illustrate， 拢是我的一个比我较细汉的一个学弟，是阮爱丁堡的art school 毕业的，伊是迄年阮的 art school Edinburgh Art School 逐档拢有选10个，就是世界各国的illustrator 内底选10个，来开画展。伊是内底第一个台湾人安尼，所以我就感觉安尼真好，请伊来帮我画图。因为伊嘛是苏格兰读册，安尼教我即个故事的女主角，其实拢是苏格兰人，嘛是有一点仔连结。画了我是感觉袂歹啦吼。大家人若有买我册，我毋知影你感觉伊的画风如何啦吼？伊画了安怎？有人甲我讲，因感觉即个阮学弟一定足瘦的，因为伊讲伊的动物拢足瘦的。我讲对，无毋对，伊的动物拢足瘦的，对，因为伊嘛是足瘦的，所以伊画出来动物嘛是瘦啊，安尼。伊讲我讲好，所以后壁叫伊画较大颗的，对，好。过来个后一张，对，阮在出即个绘本的时阵有真大的困难，就是因为目前好佳这有虾米，搁有一寡在做台文出版品的遮个人，因为目前所有的即个排版的字啦吼，搁有所有的物件，其实对台文白话字来讲是较无优先的。所以讲，阮的字骨要安怎选，搁有排版要安怎去，就是要安怎甲伊编做大家人会当较了解的方式。其实阮是拄着真大的困难，对。所以伫咧即个部分，我嘛是创足久，才有法度互大家人看到安尼。到尾阮有感觉有一寡图的部分，我会感觉真正用手写可能较紧，因为目前即个软体搁有即个字形。其实是真困难，但是如果阮若大家人拢会做出版，咧慢慢有咧用白话字来出版的人的需求会较悬时阵，即个 database 无一定会较济，所以鼓励大家一定若要出版，拜托用白话字，安尼会当增加大家人的即个使用率安尼。好，后一张，好，就是。有人讲啥呢？我的出版社啥那会找前卫出版社，无找教会公报社。
其实对，大家人来咧出绘本的时阵，都会拄着一个困难，就是到底要找啥物人出版。啊，迄个时阵其实要出版的时阵，我是有问过足侪出版社。啊，因为我讲过，我出版就是要坚持迄两个语言啊，大家人听到就是害头，嘿，所以真少有人愿意出版。啊，教会广播社迄阵，教会广播社伊其实是上好的出版社，但是我去找，我第一个是去找因，但是因是讲，因为因目前的所有的schedule 拢满啊，如果若真正要出版，爱等3年后才有法度排着，吼，啊，就算我要自费出版，伊甲我讲，因的出版量无可能等有出1000本，因拢是出上万本的，安尼，啊，我若自费可能一本就要70万，我讲安尼，我可能要先去看觅我倒一个器官有较健康的，我来先卖安尼，因为这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教会广播社，阮着到尾仔着就是无法度搁做伙，搁找因，因为事实上因schedule足满的，而且迄个成本我嘛是无法度负担。前卫出版社，我是足感动的，因为阮去甲因计较的时阵，因的头家，我就讲因为我们出这两个语言啊，我想进前已经足侪出版社拢甲阮 say no， 我想你若甲我 say no，it is okay。嘿，对，毋免感觉歹势安尼。前卫出版社即个头家囝，伊就是即摆副社长，伊就讲，阮是啥物出版社？阮是叫做前卫出版社。我就讲，所以意思是，阮一定会出。嘿，因为你是自费，所以你啥物时阵要出，阮就会当甲你出，对，安尼。但是嘛是爱考量着，因有一寡迄个就是。伊就是要求，敢会当下汉字啦吼，无就是敢会当用即个中华民国教育部闽南语拼音系统啦吼迄个拼音系统我就是坚持无爱啦吼但是下汉字的部分eventually 阮就讲安尼下后壁，安尼大家人就是做一个 balance， 安尼就是 OK， 所以阮就顺利来互前卫出版社出版，安尼是安尼来的对。好后一张，嘿对，对，好啊，就是这本册讲到这，就是差不多要结束，等来甲大家人分享这本册交巴去苏格兰的故事。就是安那我一定要出这个册，就是阮苏格兰的，大家人拢知影，阮到英格兰有足大的历史的，毋是恩怨，是有历史的那种交接有较济的代志吼，甲台湾其实是足相像的。阮苏格兰人嘛是有去互人大屠杀，嘛有人互做文化的清洗，搁有语言的清洗，所以阮伫咧2005年的时阵开始就恢复阮家己的语言，甲教育权摕转来，开始苏格兰的囡仔学苏格兰的语言，甲苏格兰的历史。所有的历史的史观，甲伊正做苏格兰人的史观。比如讲，以早苏格兰甲英格兰人战争，英格兰的历史课本，互阮苏格兰人囡仔读，顶悬拢是甲阮苏格兰写，迄是 rebellion。但是阮毋是对阮苏格兰人来讲，迄毋是 rebellion，it is just a battle to fight for survive，right？It's not a rebellion， 阮毋是迄个，阮毋是 rebellion， 阮毋是要反抗，你是要来侵占阮的厝，所以阮是 a battle， 对所以就是像安尼的物件，阮家己2020年摕转来。阮头先第一个苏格兰语的迄个教材显开的第一页，顶悬就是写母语是文化的根。母语若死，安尼即个文化就死，即个文化死，即个民族就死，即个民族若死，安尼即个国家就灭亡了。所以语言是足重要的代志。语言内底嘛包括了书写的系统，搁有足侪的物件。所以我嘛是因为接到伊莱莎甲Elizabeth的故事，我才开始了解到，较开始转来学，
要安怎写台语，所以我写台文诶时间可能比所有的前辈搁较真正足短，对。但是感谢是有上帝的引带，互我搁会当重新变做毋是一个青眉牛，因为我以前是一个青眉牛，我会晓讲，但是我袂晓写，我嘛袂晓读。读是有淡薄，因为我有读圣诗，但是写是真正足困难，对。所以，这就是真正感谢上帝的安排安尼。对，这安尼讲了，其实是想要鼓励即马线顶所有来听即场演讲的人，我希望大家人拢会当用家己的力量，不管是出安怎的囡仔册，也是出啥物款的册，就是如果恁若有法度，一定爱出绘本，也是出册，而且一定爱用白话字来写。若有法度，就用英语甲白话字写，因为即马目前所有的图书馆内底有白话字的册，实在是足少。华语的足侪，中华民国教育部闽南语拼音系统的册嘛足侪，搁汉语嘛足侪，但是白话字已经得要死啊！如果阮遮人拢有法度写白话字，我希望大家人会当坚持爱写白话字，甲白话字搁再写转来，用阮家己的力量，一本也好，两本也好，continually 甲阮的册送转去图书馆，互后来的人会当知影讲，真正就是有遮的文字的系统，有遮的历史，有遮的文化。因为如果阮若无做，有啥人要来替阮做？对，出册无困难，无一定大家人爱甲我共款出较安种。其实你嘛会当出较少的，成本差不多5万就有够。5万嘛免足侪，你逐工卖啉一杯咖啡，差不多2-3档就有啊。对，就是去较安怎，就是希望大家人会当做即个代志，莫讲1000本，500本也好，出去送互图书馆，去送互图书馆。如果若是买每日一善，我感觉这开始对后一代真正有贡献的代志。I think so. I mean, it i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to do. 好，应该无后一张啊，敢阁有？应该无后一张啊吼。敢阁有后一张？已经结束，上尾张啊。好，安尼摊拄我有寄互我有寄互等下，我有寄2个相片互桂兰姐啊，敢有看到？小等者，我遮开吼。因为我有2张相片，想要互大家人看，会当甲大家人分享讲，即2本绘本即马即马真正是eventually 伊真正是变做一个 token， 对遮开始真正苏格兰的图书馆，中央图书馆有遮的册。敢有看到遐相片？我有寄2张相片，歹势，因为我对，但是正平这是即摆阮的会长，我是前市的会长，即摆会长是伊。过来就是倒边第一个，这是阮爱丁堡的议长，议会的议长，因为苏格兰是来过者，所以议长是爱丁堡的市内底上大资源分配的迄个头，市长嘛是阁有另外一个，但是阮的市长是像咧金马座共款，出门拢是挂金条，互人翕相的，伊是无啥物实权，若是真正要实权的，就是爱议长。议长呢，因为即本册是王伟霆市长，迄阵议长来拜访台南市的时阵，王伟霆就买即套绘本买100套，就送互爱丁堡的议长做迄个啥，做礼物。即个议长伊就是听到即个故事，开始了解原来台湾甲苏格兰是咧155当前就有遮尔深的friendships， 所以伊感觉真感动，伊就邀请我伫咧4月底的时阵，
伫爱丁堡的 Central Library 就是总图书馆，办一个记者会啊，就是甲大家人讲，开始大家人会当伫爱丁堡的所有的the public library 市政府公立的图书馆，啊，搁有primary school 会当去看到遮的绘本，啊嘛是甲大家人讲，台湾伫咧150当中就是苏格兰人的好朋友安尼啊，我感觉即个足感动啊！真趣味的代志是，我坚持一定要写白话字甲英语啊。转去即个册，转去到即个图书馆呢时阵，迄个图书馆的馆长伊就甲我讲，伊拍开即个册，伊甲掀开，伊感觉伊的目屎都要流落来，因为伊感觉讲即两个祖囡仔，即两个牧师娘，因过去为着足大的爱。所以来到台湾，因就无转来苏格兰啊，死伫遮。嘛无人，伊嘛毋知影要转来到苏格兰，但是因为我坚持用白话字来写，所以互即两个牧师娘佫坐着白话字转来到伊的故乡，啊，会当伫咧即个故乡安息。伊感觉这是一个互伊足感动的代志，因为若毋是安尼，伊无法度转来。对啊，我听着因为我真正其实我就是一直做，我嘛无去想着伊的 side effect， 你知影？我就是一直做，但是我才了解讲，原来对因苏格兰人来讲，啊，佫有用白话字甲英语来写 ，eventually 甲这两本册再转去到苏格兰，对因苏格兰人来讲，掀开看到白话字，迄种感动，是甲看到英语是更加感动的，安尼。所以我嘛感觉足感动啊，因为如果若是我来到苏格兰155当后，有苏格兰人用台文佮写我故事，佮转来到台湾 ，I mean everybody would feel touched, right？ 因为你毋知影你啥时会当转去到台湾，但是 eventually 有人用你的语言佮改写，等下是正即个语言是因遐的人来台湾时阵，要教台湾人读写的，安尼对。好，后一张，即个记者会了，就是倒边即个就是阮的市长。啊，大家人咱看到伊真正就是出门一定要扎金条，嘿，啊，大家人是袂用甲伊伤接近的，因为伊的金条是真的，啊，实在人甲伊翕相，伊才对，啊，伊是无啥物实权，伊就是一个 symbolic 安尼，吼，啊，因就是因为有记者会啊，所以讲市长甲议长因两个人真难得做伙翕相安尼，啊，摕着即两本册，啊，就是要甲苏格兰的囡仔，甲苏格兰的市民讲，甲爱丁堡的囡仔，甲爱丁堡的市民讲，对即马开始，阮要开始甲台湾，甲阮以前的遮个 friendship 佮找倒转来。This is just a start， 安尼。好，了，好，歹势，我甲大家人同拄足侪时间，今日讲到遮，甲大家人分享即两本绘本。啊，如果大家人有啥物问题，欢迎甲我讨论。对。啊，真感谢 Jenny 拄则分享啊。我想要问，因为我毋知影即摆时间敢有时间搁做对谈，还是就开始做 Q&A。一点仔对谈，因为蔡老师有准备嘛，嘿。好，啊，就请蔡老师来来就是开始对谈啊，可能就爱请陈老搁分享拄则的伊的问题。感觉我会当去算命呢。我 PPT 做的题目拄仔拢讲过啊。歹势。因为我其实有去网络找找过
Jenny 进前讲的，所以其实动机你都已经讲啊，对吧？就是为什么想要写？又讲其实就是因为，毋是，其实我真正无想要写，其实真正足趣味，因为我真正毋是一个历史家，我嘛毋知影要写台文，足好笑诶。我已经但是我毋知影要写台文，我嘛毋是一个历史教育家，我就是一个家庭主妇。但是就是因为我家己白目，所以我去知影即两个故事。啊，我像我讲诶，我真正无想要写，我真正甲即两个故事。不过你无写，应该无别人会写。我就真正去找着，足侪人，我就讲，敢会当你写，敢会当你写，敢会当你写。无人要写。对。然后网友就甲我讲，就是你爱写啊，上帝从头到尾就是叫你写啊。我讲敢会当莫写。你被吹着啊！对，但是大家人应该爱知影写这个故事真正是，对。因为这辛苦才吹着，所以才会想要写。因为毋是因吹。但是要写的时阵啊，是真正足艰苦的，因为我搁爱重新去。Yeah, it's a kickstart. I mean, 上帝就是要叫我入来台湾的世界。迄个时我的感觉就是，我规头摸的，然后即马是秘伫咧眠床骹，我讲我不爱，安尼，啊上帝甲你拖出来，你就是爱做。对，所以其实因讲啊，对吧？蔡老师，你会使互你的问题吼，一条一条经过，啊了，咱就会当互其他的迄个听众会使问问题。哦好，会使，好一。这伊嘛讲过啊，我有5条问题，伊真正拢讲过啊。要紧，啊，互大家 review，甲你的问题拢互大家看一下，互大家互悉一下，讲伊是安怎讲安尼。啊，第三个question 3，OK， 伊嘛讲过，OK， 所以你真够问。第4个，对台湾旅馆的影响就是这个问题，对吧？对，其实大家人无了解吼，其实大家人即马拢咧讲马街是淡水女学堂，是台湾第一间女学。若是讲要转型正义吼，对这我可能爱帮伊来做一个转型正义啦吼。因为其实大家人应该知影马街来台湾的前6个月是住伫咧李休甲伊来因兜。啊，马街伊的台语啊，佮因其实。伫咧住伫咧伊拉萨甲即个李休因兜的即个过程当中，其实因迄个时阵李休甲伊拉萨就开始咧筹备讲，想要做台湾的女学校，啊，而且袂当绑卡。即个 this idea 已经有甲马街讲，但是是安怎马街伫咧淡水有法度开始比台南的中营女中佮较开始，是因为中营女中就是台南遮的old fashion。较严重，就是即边的台南遮的较传统啦，因较无希望查某囡仔爱读册，也嘛无希望查某囡仔无白卡，这是免那嫁出去 ，you know， 就是即种问题，台南是比较比北部来讲是较严重，所以 this idea is started from Eliza。And then she passed on to McKay. And then McKay, because he didn't have any obstacles, so he just do it. But then, 因为 Eliza 伊拄着足侪问题，拢是当地人咧反抗的问题。eventually 伊才做出来安尼。对啊，大家人若有读我的绘本，大家人嘛知影，其实 Eliza 伊其实是甲伊所有。迄阵300英镑，你有敢有法度想象？300全部摕出来，所以伊到尾转去到苏格兰的时阵，伊真可怜啊，系啊。毋讲可怜，但是我感觉对啊，伊就是伊真正一生的奉献就是安尼。啊，伊嘛真无想要离开台湾，因为伊想要看到中营女中起好，但是。伊嘛无想要造成台湾人的困扰，因为伊的身体真正是袂堪的。对，伊无想要浪费台湾的医疗资源，所以就伊后来有转去。对，伊后来有转去安尼，对，嘿。但是伊嘛是一直在做。
蔡老师最后一个问题敢有摇到？我有摇着，毋过对，就白话语的问题，要推啥台语、汉语交迄个台语，就已经足歹势。毋过新竹市母语协会，因为阮是新竹市母语协会的会员，其实新竹市母语协会有内中嘛是有，阮有在教白话语，阮有伫新竹市教囡仔白话语，若是有想要学。其实，I mean eventually，其实大家人也有了解一个观点嘛。因为如果你若要学这个语言，就是要学伊的文化；要学伊的文化，就是要知影伊的历史。如果阮若去看中华民国教育部闽南语拼音系统，伊的历史当有20档，但是白话语伊的历史有400档，安尼才有法度看台语伫咧台湾这400档内的文化。所以一定，足侪人咧做中华民国教育部闽南语拼音系统。I don't have to do it. I only have if I want. 如果我若要出钱做一件代志，我一定爱做别人无咧做的代志，因为足侪人爱做的，无需要我做。爱做你想要做的。过来就是白话语一定爱 continually 袂当互死去，因为伊有400档的历史。对，所以 ，Yeah, this is why。我对台湾的母语的环境的看法是真无好啊，因为台湾即马就是一个华语的环境啊。莫讲啥物啊？你讲即马要双语教育，华语加英文。No， 因无甲你讲到底另外一个语是啥物语啊？因甲你讲，咱讲啊。因就毋敢讲啊。若是安尼，就是对啊。但是毋敢讲袂要紧，但是阮着爱一直爱甲你讲啊，就是英语甲母语。但是这是一个无可能的代志，因为中华民国的教育系统、中华民国的公务系统、中华民国所有的升官发财，拢是爱华语。伊无像阮苏格兰在说母语，就是你会当有母语学校，你会当用母语考试，用母语升官，用母语发财，用母语读大学，用母语领你的毕业证书，用母语领你的出生证明，用母语领你的死亡证明 ，everything。安尼我问jenny一个问题，对啊，你若阵选择母语甲选择英语的比例是偌济？就是伫苏格兰。目前苏格兰的母语学校有，因为因2005年才开始，但是因即马已经到即马要差不多20档啊，所以因对nursery 一直到大学拢有，每一个城市内底拢有一间母语学校。即马这是全母语，但是家己的学校内底咧教，你嘛会用诶选择你是要用母语的来学你的数学，还是要用母语来学你的音乐，就是伊的 subject 安尼但是目前来讲呢，大部分的母语的人，因拢是去读母语学校但是因为即马开始要慢慢变济啊，因为这15档来，真正有看到效果，对。一半一半，就是因内底母语的在教的嘛是一半一半，但是伊顶悬写英语，下骹会写母语。你讲的效果是啥物？效果就是因的苏格兰的自我认同是有提升的，因为大家人知影2014年的时阵，阮有一个独立的投票。迄个时阵，阮的公投的比例45%对55%，就是45%无爱独立，55%要独立。但是到即马，差不多过10档啊。因为有母语的教育，所以要独立的即个5%，要独立的即个人数佫浮5%起来，变做阮进前有做一个名讲，就是若真正要公投，就是一个 pre
pre-election 的迄个survey， 已经若要讲要独立的比例变做50%对55%，就是因为伊家己读即个语言，伊有了解到苏格兰的历史，有迄个公应感，所以伊知影讲做一个真正的苏格兰人是足重要的。所以我讲的效果就是，伊会当知影讲做一个真正苏格兰人会当创啥物，对。这是我讲的效果是这啦，嘿。对，我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人吼。政治哪有啥物正确？做者因为伫咧苏格兰甲台湾共款啊，就是若要讲到语言，若要讲到即种物件，就是拢会有逐个人的看法。但是我就觉得讲political incorrect if you want to debate 对。今仔主持人是阿勇，你敢要问看，敢有人有问问题，会使举手。我是阿勇啊，我是想讲，因为伫开讲室，正贤兄就有写一个问题啊，可能拄则Jenny就有小可讲到，就是李修啊、莱萨甲马介因的关系啊，伊的问题是李修敢是1872年陪马介坐船去淡水的迄位牧师？是。教对马太，对。即马敢有人有想问题想要交流，想要问的，还是想要发表，就是今仔日听到的遮个分享。若是有想要，有米粉丸。好，安尼敢有听到我的声音？有听到。好。真感谢蔡老师甲 Jenny 恁的分享。因为恁的报告，所以我了解这段历史。因为我家己本身呢，我毋是迄种习惯用罗马字。对我来讲呢，就是讲，我应该讲就是讲，我家己的目的就是我想要训练家己的台语，会当搁较流利用台语来表达家己。我就讲，我受的教育从以前到即马拢是用汉字。我讲的就是讲，因为咱讲华语的人，咱主要的，咱咧受人物知识拢是靠汉字较济。所以我感觉这对我来讲有一个真大的影响，就是讲，今仔日不管咱是用白话字，或者的罗马字，还是讲用教育部迄套罗马字、台罗马字，这两套对我来讲是同款的，拢是看无的。我讲看无，就是讲我得爱做认真看，我才会知影伊咧写啥。因为就是讲，对我来讲就是讲，咱来用迄个汉字，就算讲华语来讲，华语咱嘛会当用拼音嘛，用看是要用大陆拼音，还是讲用以前画照的拼音，就讲咱汉语的物件，只要用罗马字来表达的时阵我感觉对我来讲拢是足吃亏的，因为就讲我爱甲读出来了后，我才会知影讲即句话咧讲啥。无法度亲像我看汉字，你甲安尼扫过，你就知影伊咧讲啥呢？因为用罗马字一个上较主要的欠点就是，汉语不管是倒一个语言内底迄种共音的词，真正足侪。所以讲，所以讲，我拄要讲的就是讲，咱若讲徛伫要互逐个来认捌过去400几年白话字400几年的历史啊。像拄Jenny 的即本册内底，我看到即几页是白话字甲英语嘛，即两种。所以我其实想讲，
咱无要加汉字，应该是有你的坚持，有你的理由。我只是咧讲，像对我即种的人来，对我即种习惯看汉字的人，就较无法度去，较无迄个动机想要搁去加较了解安尼。这是我家己一个想法，多谢。我会当回答这个问题呢？好，这个问题交我伫学校教册共款，就是国小的囡仔，因就是罗马字，其实咱即摆先莫讲罗马字交白话字，拼音诶，就是汉字交拼音对囡仔来讲，因绝对会是选汉字。特别若是只要叫因对拼音开始，就是非常的，就是因绝对拢无人愿意安尼做。毋过因为我最近有伫新竹的社区大学甲新竹民台语，然后因颠倒要求我甲每一个，就是我讲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台语的字，每一个台语的词，拢加上拼音。因为毋管是越南、印尼，还是日本人，因为我教新竹民，就是因嫁来台湾，还是因带台湾人，就是叫新竹民。因拢是靠拼音的系统来学发音，所以其实因为我写汉语对因来讲无意义，因无学过。台湾人介意汉语是因为台湾的文字，就是华语交台语的文字是足亲像的，所以大家拢感觉就是我看汉语的时阵，会当足紧就看有，因为真差无介济。毋过若是对外国人来讲，就是我讲外国人无一定是欧美的，就是日本人、印尼、越南，因拢是靠拼音的，所以因针对要求我甲每一个字，我讲的每一个词，拢爱加上罗马拼，拢爱加上拼音。然后因拢足认真咧抄，然后因的发音就当掠个足准。咱先莫讲变调的问题，因看迄个发音就当评价足准。所以我感觉拼音就是毋是讲完全是无路用的，爱看你是惯使用什么语言的国家的啦。所以你敢要补充的？对，这个问题足趣味的啦。我的囡仔，伫咧转来台湾进前拢是 ABC alphabet， 是一个英语人的囡仔。但是伊迄个 UDM 毕业的时阵，伊是用白话字写伊的毕业书，摕伊的迄个广告去哩台顶的时阵，伊是用白话字写。对伊来讲，一个3岁4岁的囡仔，伊读即个白话字是无缝接轨啊，完全无适应上的问题啊，因为伊只要学迄个音调就好啊，好啊，所以起来就是读啊。所以你讲迄个所有的白话字的全部拢是白话字的绘本，起来就会晓读啊，因为伊本身伊出世就是伫咧即个 alphabet 的环境啊，伊出世伊就是 phonics 拼音的即个 phonics 的系统是甲白话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对因即个习惯用罗马字的遮个国家的人来讲 ，it's all about your habit. When you were born in this environment, and then you get used to it. It's nothing like 这是因为就是一出世你看到的环境就是角家字，所以阮的大脑就会去互角家字甲伊限制伫咧阮想要看到的迄个状况内底，但是对真正要对 zero 的人来讲，其实白话字中华民国闽南语拼音系统 each one anyway 对因来讲比汉字拢是较简单，因为汉字是一个需要时间坐伫遐抄写迄字差不多爱20遍以上才有法度背起来的。It's such a waste of time。对阮先生来讲，伊嘛是，伊感觉讲，无怪恁以前遮的台湾人捌字，因为以前台湾人的社会，哪有可能，互你一天到晚毋免做事，毋免太食，就是坐伫遐练迄个毛笔字，写迄个角家字，无可能。所以无怪恁遮人捌字。
because the knowledge was like controlled by a power of an elite, right? 有白话字了后，大家人有法度看报纸，变做有知识，认捌这个世界。Wow, it's an enlightenment, OK？ 所以我人讲，无怪国民党要烧白话字圣经，因为大家人捌字了后，大家都有知识起来了呢，呀，所以 ，so sorry, I'm very politically incorrect. 对啊，所以就是安尼。你这绘本呢袂去国外啊？呀，伊免呀，我这个绘本我其实是上希望的是海外的台湾人的囡仔爱去，本身就是英语人的囡仔，去读的囡仔，去读，去学台语，对。因为对因来讲，读汉语真正足困难的。You will have to spend so much time sitting there to memorize it。对对，我了解。所以讲呢，所以讲，对，我搁要回答一个问题。头拄你有讲，这个字改成做 ambiguous 同款的音。In fact, in English, there's the same issue. If 这个 if 最简单的 if。伊伫咧无共的 circumstances， 伊是代表无共的意思。Same, if 它有可能是如果什么是 ，you know, it's the same. It's about 所以对这个语言，你就是常常咧讲，你常常咧看，常常咧读，你就知影讲，这个 sentence 内底的这个音，这个字，伊是代表要讲啥物。This is all about your knowledge, you know。对这个语言有熟悉，你就会知影伊要代表啥物。Yeah, it's all about the time to train yourself to get used to it. Yeah. 对，对，所以讲我感觉拄啊 Jenny 讲的，有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讲，你写这本的时阵，你的重点你是要互外国伫海外的华人来看的时阵呢，你讲你的对象是要互遐习惯看罗马字的人。读者的时阵呢，对因较适合。可能就是讲对我知影吼，就讲拄仔你讲的遐，我拢完全有法度体会了解。就讲全世界的语言内底，干那汉语呢是用这种装啊角字。所以因为伊安尼，所以咱古早的人足侪人无知识，就是因为安尼来的。毋过这就是一个无法度去改变的事实。虽然讲我家己。有阵时我感觉真正用写汉字足麻烦的，我嘛感觉足麻烦。毋过呢，就讲若讲要对一篇文章安尼看过去，对我这种已经习惯汉字的人，我来吸收这个知识就是上介紧的。所以讲对，就讲我知影，就讲伫外国咧教外国人中文的人因一开始可能教罗马字是上介紧的。因会当上介紧的进入状况，毋过呢，伊到尾因若要搁读较深的时阵伊就讲，我知影这个汉字对全世界要学华文的人拢是上介痛苦的一件代志。我有看一寡册有一寡老师因的分享是讲，一开始用汉字用罗马字会较紧，毋过当伊若要搁读较深入的时阵伊嘛是爱转来认捌汉字安尼。即摆讲的是台文就是一开始用。会使咧，敢有人佫有啥物问题？歹势，因为即摆已经12点啊。即摆47分，敢佫有人有问题会使举手？我感觉当再讲一句话就拄仔迄个蔡老师伊讲的即个第5个问题台湾现出时的母语的环境因为7月15迄一天，我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甲这有关系所以讲大家若对即个主题有兴趣，嘛会当来7月15来做伙讨论安尼，多谢。梁仁兄，
咱遐爱开麦。真感谢即个 Jenny 来啦吼，即你讲无了，咱9月初9，咱要过来请即个 Jenny 来讲有关即个 Edinburgh 吼，我讲无毋对，毋是讲 Edinburgh， 含即个高雄市建立即个姊妹市诶，即个经过吼，伊是主要后壁吼咧策划人吼。啊，今仔日我感觉即个其实我听着。阮是甲台南甲高雄拢有啊。台南甲高雄拢有吼。啊，其实咱今仔日迄个 Jenny 讲的即个主题，拄好讲到咱即马台语文化的困境啦。今仔日其实是伊上主要的主题是咧讲到即个台湾女权的问题啊，咧讲到讲即个咱语言甲文化的问题尤其是一个对出外的人来讲，伊若袂记伊的语言，伊就无法度通搁转来到伊的土地所以毋过呢，咱即马会讨论到尾拢会去集中伫即个负荷的问题，集中伫迄个技术的问题，较关键处的即个部分，即个精神甲人的意志甲即个语言含咱的文化遮个较重要的问题，煞拢无去。甚至讲伊今仔日伊咧讲的上重要的主题是咧讲两位迄个牧师娘宣教师的牧师娘因来到台湾对台湾的文明有偌济的贡献，所以伊遮的论述完全因为着伊讲用白话字来写，伊遮主要的遮论点拢全无去所以这是咱目前咱即个台语文化所拄着的结果啦所以所以即种是咱诚大的困扰啦所以我是咧讲咱语言文化除了爱有环的关系，迄个德的关系足重要啦，迄个德的关系足重要所以若是讲是一个外来的统治者，伊要破坏你的文化，伊就是甲你德的关系甲你切互掉，互你本是有新的物件出来所以你古早的遮个文明，你无法度通直接来演算去这是我听即个Jenny 即场勇敢上大的感想真期待你过来听你9月初9要讲的遮个问题等咯。大家晚安。迄落其实拄则讨论，我感觉真趣味。毋过我是想到一个例，因为最近我有在研究少年人的文化，所以我就是知影，毋知大家听过一个词无，叫做中文叫做空耳空耳就是啥物叫做空耳，就是讲因遮少年人伊去听，伊毋知影国家的语言的歌曲，伊就是用伊知影的中国话的字、中文字去直接写迄个声音，写出就甲迄个会当用即种方式去学迄个语言啦。我想要迄我无解说较济，因为迄小可复杂。毋过就是大家有兴趣会当去研究看觅。毋过我分享1分钟，差不多1分钟左右的影片，互大家看觅者，就是看迄是啥物款的汉字的使用啦吼。安尼若听无声音无要紧。等下，我重新分享一下。共用电脑声音，好 ，OK， 好，安尼我放互大家听，差不多1分钟，听看觅。強くなれる理由を知った僕を連れて進め転がるけどその通りをくわばること
の匂いに空に何でも変わっていけるのは自分自身だけそれだけさ強くなれる理由を知った僕を連れて進めどうしたって就搞的呢。哦，等下，哦，就是我想要就这个例啦，互大家参考看卖，讲若是咱听外国歌，毋管是韩国歌，还是日本歌，还是迄个荷兰歌、德国歌，遮个外国的歌曲的时阵，咱若是用罗马字去写，还是用汉字来写，倒一个较直接去知影即个语言伊在发出什物声音，还是讲就是写起来较方便，使用起来较方便，就是互大家想看嘛。因为我最近在研究这，我感觉这真趣味。嘿，对，好，以上。感觉就恐怖的呢。是yeah, it's 我感觉就恐怖。好啊，感觉有啥物人有问题，还是有啥物想要交流的？好，女生。真感谢两位讲者吼，今日拄则Jenny有讲到即个 Scotland 的即个 language revival program 吼，即个伫体制内安那国家用体制的资源甲规定吼来复兴即个母语吼。我感觉即个为即点来看吼，Scotland 的经验吼，实在会当互咱台湾即个母语的即个诶推广的工作吼，做一个真好的即个示范啦。啊，甲因行头前，咱对尾啊，因若行了好势，咱对伊安尼行，我相信是一个真好的参考啦吼。因为照听起来，因是已经早咱10几档要到20档啊吼，所以个甲咱即摆比起来吼，咱实在也差足济啦吼。啊，我希望因会真成功啦吼。啊，所以咱会当对因的骹路吼，行过的路啊，对咧走啊，就对啦吼。啊，我是足希望知影讲，即个效果安怎啦吼？拄则Jenny有讲到即个认同吼方面的即个效果出来吼。啊，可能为语言方面的即个效果，可能都爱较晏才看会到啦吼。因为统计上，即摆 Scotland 的即个母语咧用的人也1%尔啦吼，比台湾搁较惨吼。所以，我是一方面祝甲Jenny 甲 Scotland 祝福啦吼，啊嘛足希望伊会当做一个真成功的咧，带台湾人来带咧行安尼吼。多谢。我会当讲，其实台湾啊，在做台语的母语的即个时间，应该甲 Scotland 是差不多，嘛是对阿扁的迄阵2000年开始，只是讲中华民国政府，到底是算真的也是算假的 ，I don't know。嘿，但是苏格兰是算真的呀。因为阮对1999年才有家己的议会刻转来。大家人知影，阮其实苏格兰有家己的首相，阮有家己的国会，是1999年才有。啊，伫咧进前呢，阮有国会，但是是1707年的最后的代志。对，1707年到1999年，这中间的200-300档，
阮是无法度苏格兰人治理家己苏格兰，嘛无法度苏格兰人读苏格兰的册，嘛无法度苏格兰人讲台苏格兰语言，嘛无法度苏格兰人穿苏格兰裙。对，所以因为苏格兰人是真真正正知影，这失去的，搁要摕转来是偌困难、偌痛苦的一件代志。所以1999年国会摕转来第一件代志，就是做母语教育。We are playing the real game。对阮嘛知影讲母语教育要做，要成功上大。互大家人迄个动机，就是爱互因会当有法度生活，有法度趁钱，读册有法度运用。所以2005年开始母语的即个政策一定落了后，阮是规定所有的公家机关拢爱有2种语言，英语、苏格兰语。而且你若要去食头路，你会当要求，当然私人的机关无一定，但是公家的机关一定是对公家开始。你会当要求，我要用苏格兰的苏格兰语迄个application form， 还是苏格兰语来甲我做interview。因为这是国家语言法，对，搁有读册，你袂用轻视，甲你讲你就是爱讲英语啊，安尼我就会当甲你讲，问题是国家语言法讲我有资格要求用苏格兰语。We are playing the real game。但是台湾无即个Maybe we just started, so yeah, so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but I don't know when we'll see, the real effect. But just do it. 但是Jenny 嘅補充吼，我想要問講，就講，敢知影講，伫大學嘅階段，老師也用蘇格蘭語來上課嘅，即個比例差不多偌濟？敢有即種嘅統計？有，即馬你若要修課，內底攏會有蘇格蘭語嘅老師開始你會當來修，比如講統計是啥物，伊就是會有專門就是講蘇格蘭語嘅老師來上課。迄種比例差不多偌濟？即馬慢慢就是變做1比1啦。就是 you can choose when you want to be, alright? Because this is in Scotland. 所以你講1比1是講共一門課，共一門課，伊會當學生會當選擇講要用英語還是用蘇格蘭語。好，多謝。這就是阮蘇格蘭的政策啊，因為阮就是要做甲蘇格蘭語摕轉來做阮的國家語言。我當然嘛是慢慢啊資源，就是愛投入去請有法度用蘇格蘭語講課的老師，所以變做講遐個專業的老師 ，you will have to improve your Gaelic language skill, right? Because eventually you will get replaced by the local language teachers. If you insist you want to speak English, then go to England. I'm sorry, I'm very politically incorrect. I shouldn't be in here. No, I mean, it's a process, all right? You can't turn it overnight. 你無可能講來，即馬就是全部咧，這叫做獨裁。It's impossible. 但是 we are continually doing the right things in the right way, and then eventually, probably 50 years, things will change. But if you never do it, nothing will change. And you can't say, oh, it's very difficult. If it's difficult, then we won't have lights, we won't have power, we won't have car, we won't be able to see the move. Everything is possible. It's just that when you're going to start it. To me, I'm very optimistic. Sorry. 所以大经理。No lah, I mean， 真正甲你講，這就像他多比都是天注定。
才对米粉王讲的实在是真的啦，因为台湾即摆环境，即本册是无销路的 zero， 就算伫咧教会内底嘛是无销路的 zero， 因为伊就是伫咧即个体制内底。But I'm not saying that I'm doing it for the market。我的意思是，当然我若有法度回收我的成本，迄是真好。但是如果你若做每一件代志拢是成本考量，安尼就会当毋免做啊，因为成本考量的代志，聪明的人去做就好。我是戆人，我就做即种代志就好。你毋是？你是勇敢的人，你毋是狂人。无，我嘛是一直秘伫咧眠床骹，我无想要出来做。最终还是出来。我是感觉上帝有伊的祝福，嘿。我今仔无来来甲大家卖宣召，嘿，毋是甲大家人讲信上帝着宣召，我是甲大家人讲，everybody would have to have a faith， 就是信望爱。如果大家人对一件代志有信心，你就有愿望，你就会真专心专意，有足大的爱去做这件代志。所以这两个牧师娘，大家去想象155当前，因是爱穿甲安尼规矩，坐142天的船，来到Formosa这个所在，有可能一定会死，但是无可能会死。They don't know。嘛，真侪人无法度顺利来到台湾的，但是因就是勇敢要来，因就是 ，Yeah, I mean, because I'm a Christian, so I think it is without the faith, without the hope, and without the love, you can't do anything。甲做台文是共款的，对。是。请问吼，你这本册即马会当伫倒位买着？我过来啊。即马可能爱去找前卫出版社，因为我遮的册我有捐500本，就是有一半我是互前卫，一半我是捐出去互阮的图书馆，所以也可能就是爱找前卫出版社。对，甲前卫出版社支持，因为前卫出版社做勇敢。所以你会当甲即个出版社的住所甲电话互阮无？会使，我会当等下分享互梁光兄，大家人应该会知影讲要安怎伫咧网络也是甲出版社联络，因有一个电话啦，会当去甲因就是甲因订册安尼。好，谢谢。你敢会当带来即个咱的开讲室？是要找伊的网络，因为我即摆是用。我即摆的意思就是讲，看一本册要爱伫的是要伫倒位会当买着、摕着，还是用群组，还是用团购？网络顶悬是会当买一本一本，但是若是要团购，就是若是要group buy， 伊可能爱找就是应该先有一个专门的人。这个专门的人，因为我即摆是用我的手机啊，所以我可能爱找一个。我惊我等下关起来，大家人看袂到我。好，谢谢。好，我等下找一个啊，找互阮就好，呀。好，安尼我则搁互梁光兄大家人会当对，会当甲前卫出版社支持啊，因为伊真正就是一个。甲阮共款是戆人，足勇敢的安尼。Jenny 会当将迄本倒一本册名，大开讲室，安尼要找较紧，倒一本册册名。如果大家人，我找着即个是前卫出版社，伊之前有互我的一个订册的专线，若是你若要订足大量的。可能就爱找即个小姐，若是你若要一本一本买，可能就是就网络顶悬，应该就是有。
我即马想找无，诶，对只。对，蔡老师敢是要讲话？蔡老师若是要讲话，爱开麦。无啊，我找着啊，伫遮。如果大家人若要买，就是网络顶悬，伊嘛应该是当加害我，但是我毋知影即摆的迄个状况。但是若是要一本一本买，就是会较即个连结安尼。若是要买较大量啊，就是爱找顶悬即个真维出版社的林小姐。哦，是，其实我相信逐个人遮尔暗啊，也是因为就是拢会伫咧线顶，一定是对台湾有足大的热情。我希望逐个人来做伙做戆人啊，因为戆人无人要做吼，若有心做伙来做，其实是袂歹啦，嘿。看蔡老师有举手，秋芬老师敢是要发言？哦，对，敢听着我讲话？有。我讲，其实虽然是用白话文、白话语写，毋过学过台语的人是会当看有诶。等于我本来嘛无学过白话语，我嘛是学台语的，因为我嘛是后来才学台语的。我学台语的时间嘛无足长，毋过我是会当看有诶，较慢淡薄。毋过你只要看落，你较认真看，其实是会当看有诶。所以我感觉白话语交台语无足大诶差别。所以台湾只要有，就是台湾诶台语老师应该拢是有才调会当看。对，其实我常拢有人甲我讲啊，伊看无，我讲安尼你英语应该嘛无好，因为 if you're used to read the English, if you're used to, yeah, I mean if you're used to the English reading, I mean, Romanized systems is not hard for you. 就是你英语若袂歹，其实你要读即个罗马字，其实是无缝接轨，因为阮兜的囡仔3岁，起来就会晓读啊。Honestly, I'm not joking. Yeah. 是声调可能爱教一个安尼尔，系啊。才5分钟的代志，嘿。即马阁有2位举手啊，我先请杜。安尼敢有听？有。哦，多谢。我要讲的代志佫真侪，毋过我想我大概有3点。第一点是要问问题啊，另外剩的是我要讲我讲一寡想法佮一寡代志。迄个问题，先等一下，我打一个8刀的时间互恁。这是我要问的问题，所要互恁的一寡资料。看迄个，你看迄个什么？开讲的迄块仔内底，迄个资料内底，因三个姊妹，经过我了解是因三个姊妹大概是200当前，拍算嘛是住伫英国的，算讲3个高人，因3个是作者，因3个作者，因为伫迄个时代，伫迄个年代200当前哦，200当前大概是130年代迄伫伫英国是倒一个是。我毋知英格兰是苏格兰，还是倒位，我毋知，反正大概是英国。呀，因三个，因要我去打一个链接互恁当参考看嘛。因三个要出册的时阵，因无法度家己用因家己本名去出册，因一定要用笔名。搁在因要用笔名的时阵，因无法度本人去到出版社去出迄本册，是安怎？但是因为200当前的教育。但是我毋知是归英国还是安怎啦。毋过对电影内底通看到讲，拍算是迄个年代拢歧视女性，因无法度接受讲女性会当遐尔高出册，可以当写小说写甲遐尔出名。我要讲的代志是讲，差不多，因为这电影内底拍算无遐尔矫正，我是咧想讲，
因三个即三个查某人高人看到的例是200当前有3个足高的高人，因是受到社会歧视讲女性袂当遐尔出头。毋过偏偏是咱头拄仔讲莫师娘伊拍算嘛是差不多迄个年代，毋过伊算有法度做到头一个医师，迄个遮尔有学问。我想讲，这是毋是有啥物有一寡对因家庭也是规个迄个英格兰规个 British 地区遐尔大，是毋是无共所在有无共的因家己的？家己的对女性的看法啦，这是我的问题。趁即个你问问题的时阵，我比讲我所看到的看法是讲，比如讲，咱头拄咧讨论讲啥物汉字甲迄个白话字的问题，我一直咧想，你较早咱伫即个拜六，咱即个线顶即个聚会嘛，有一届讲过迄个啥物啊？咱台湾头一个博士，毋是大博士，是迄个林茂生博士。伊大家拍算拢知影，伊不了教，伊会晓三种语言。嘛加在伊干那会晓即3种语言，会当证明讲我咧想拍算伊袂晓讲华语，袂晓中国话，就是加在有安尼，咱才会当知影讲，大家有记咧无？伊伫咧伫美国遐有一个教堂。迄个玻璃窗仔顶边有写4个汉字，上帝是爱。咱即马所知影的资讯是加在咱知影伊袂晓中国话，咱才通知影伊写迄4个字，毋是咧讲上帝是爱，伊一定定着是咧讲上帝是爱。毋过有可能是用日语的来读迄4个字无？翻译嘛是有可能翻译，我毋知，因为咱即马知影种伊干那会晓即三种语言，袂晓中国话。假使讲，咱知影伊会晓中国话，安尼咱永远拢，伊即摆人伊嘛已经牺牲去啊，咱已经大家拢知影伊安怎牺牲的。咱无法度甲当面问讲，你咧写迄4个字时阵，你是安怎读的？我要讲的是这个点。毋过，我咧想，这反正我有一个疑问啊，是。恁博士博士伊就会晓，伊有安怎会晓白话字，毋过是安怎伊咧选择写迄个上帝是爱时阵，是安怎伊无会写白话，是安怎伊咧选择看？这是我一个所看到的一个代志，我要讲出来。佮另外一个是，大家原来拢嘛知影迄个，就是啥，写白话字日记的迄个像。蔡培慧先生，伊原来即2个拢原来是咱台湾早期的即个拢足高的高人。毋过蔡培慧伊即马咱拢知影，伊有留足个白话字的迄个日记。毋过毋知影大家了解着有知影讲伊后来的落尾的日记，其实拢已经无咧写白话字啊，伊拢专写汉字。搁在伊迄个汉字毋是台语汉字，写一寡汉字。是讲伊少年时阵写都唔对，高价，佮再写写迄个书写体，写个不离啊水。我在座有偌济人会当写罗马字书写体，我毋知。毋过咱知影讲，蔡培慧伊足够写，伊台语一直不离啊够。迄个年代，佫会晓写白话字，佫会晓写书写体，写到不离啊够，真正足够。毋过后来的伊的日记拢已经转变拢无爱去写白话字，写汉字。这是咱我所记的2个台湾高人，伊所留落来的，咱会当确定的，迄6年伊选择就是用汉字来写。我所看到的这个方法，我提出来，当然你都拍得，互大家当想看卖看有啥物想法无？安尼出来就是第一个问题，看大家有啥物想法。这个问题我会当回答吧，因为这个问题，大家若是有看我的册，应该知影伊莱莎伊的名是安怎来的。伊莱莎伊这个名是就是因为拄则这2个连结我无法度开，我毋知影内底因咧讲啥物倒几个老人吼，但是伊莱莎伊这个名咧，伊莱莎的爸爸咧，伊本身是长老教会的。
去非洲迄边，嘿，做生意。如果有看册，恁就知影啊。长老教会伫迄个时阵是就是主张英国政府爱废除即个用黑人做奴隶即个制度啊。即个伊莱莎即个名，伊本身伫迄100人前，就是一个足厉害的feminist 的 pioneer， 就是女权的足有名的人。所以伊莱莎的爸爸伊细汉，伊莱莎是出世的时阵，伊莱莎的爸爸伊就真希望伊莱莎伊会当对着即个女性的精神安尼。啊，逐个人一定要了解讲，是安怎伫事实上苏格兰甲英格兰人的教育方式，啊，佮有对族人的即个观点是无共款的。苏格兰人是足注重教育，而且嘛是足注重查某囡仔的教育，不管你是查甫也是查某，因拢是足注重教育。所以伫咧英格兰，恁有可能会看到像迄简爱啊，吼，也是像迄种，the women have to stay in the room doing the statues. But in Scotland 吼，阮遮的族人拢是甲查甫人其实拢是做伙去就教堂，做伙去做礼拜，嘛是做伙咧读圣经。所以阮袂因为讲你是族囡仔，所以你就无读册，也是安尼。所以苏格兰人甲英格兰人对教育，佮有对查甫查某即种培养后一代的观念是无共款的。嘿，对，所以所以大部分是安尼啊。过来就是因为长老教会即个制度，伊本身就是对苏格兰来到英格兰，对，所以这就是教会历史啦吼。因为大家人是对台湾有历史有认捌，但是如果若有转来认捌教会历史，恁就会知影讲苏格兰即个民族是足恐怖的。因对因的宗教、因的文化开始就是足注重教育啊，所以因来到英格兰的时阵，因嘛是有家己的长老教会安尼，对，所以就是慢慢啊，因就开始有get influence to all the respects， 对，就是可能大家若有兴趣，会当个找人来讲教会历史，但是长老教会即个系统是影响全世界真大真大，包括非洲的即个废除即个黑人的奴隶，也是讲到American independence 啊，还是台湾的即个民主运动，We are the troublemaker， 对，就是因为阮就是信上帝，阮是信圣经，所以阮就就是 we are the troublemaker。若是不公不义的代志，阮就是公义的下伫咧头前安尼。所以伊莱莎伊的爸爸，伊到尾啊是安怎对南非对Cape Town， 转来到英格兰呢？因为伊为着要废除奴隶即件代志，真做英国的政治犯，足趣味的。伊是英国人，但是伊是英国的政治犯，因为阮有找着伊的prisoner record， 伊就是为着要甲殖民者，因为迄时阵的英国伫咧南非是殖民者，伊为着要反抗，所以就是去坐家，到尾也无法度搁做生理，所以才会转来到英格兰。伊转来到英格兰，伊嘛是希望伊莱莎会当做一个新的女性，所以伊去做工。趁钱，互伊莱莎去读册。迄个时代，当有两种族囡仔，当有两种出路，有法度出头。第一个就是嫁入好的家庭，穿水水嫁入好的家庭；第二个就是去做家庭教师，去有钱人引导做家庭教师，安尼就会当有好的生活。所以，因爸爸嘛是想足侪方式，要互伊莱莎有较好的教育，会当有较好的生活。是安怎因会来到台湾呢？因为上帝的爱，无其他的原因。佫有其他的原因。族囡仔是安怎会当来？因为因的家庭通常拢是苏格兰的长老教会的家庭，真正毋是一般的英格兰的家庭。对，你若佫 trace back， 因拢有真大真强烈的 religious 的 background。
对。But its history is very boring, so. 因为时间的关系，上尾一个问题就好，金花老师来问。金花老师若是要发言，会记开麦。讲的就是讲，虽然我毋是基督教徒，但是我一直感觉讲，即个真侪有关台湾的物件、珍贵的文化吼，拢是为遮哈，恁讲的上帝遮安尼所牵成来吼。即点我足甘心的，足感动的，因为我细汉是伫庄脚大汉，阮遐也无教会，也无啥嘛，毋知影教会是先做啥物型啦吼。就安尼一路来到台语，才认捌即个世界吼。所以我想这规个串联起来吼，都是上帝的意思啦吼。所以逐个伫遮会当甲即个阳光啦，即款阳光，我即摆拢咧讲教会迄种话，但是讲即摆我听到足惯势嘛，真正心内有安尼感觉啦吼。咱台语嘛，因为安尼会当搁甲世界搁连接起来吼。所以今仔日即个话本安尼动力啦吼。我想未来阮嘛是会拍拼即方面的吼。总少人咧做，毋过咱会当影响侪人啦吼。我想都一直做就对啊啦吼。咱拢是一群戆人。不过戆人是真好气的，我嘛感觉讲吼，这有意义的代志安尼啦，感谢大家吼，我也看到有真侪话本安尼台语话本一本一本安尼出来吼，其实嘛真欢喜啦。文字的问题就是讲教育部迄个文字甲即个白话字写的问题吼，即尾一定会得到答案的啦吼。但是我一定足有信心，我感觉就开始有即个争论的时候，我就心内就安尼想，从基本也是。文化这个物件会掺入来，这个较有味的啦，所以到尾应该嘛是白话字，较是正式的一个文字。因为教育部迄款伊的观点，就是要来用作注音尔嘛吼。虽然讲直落来这个路都是文化嘛吼，所以咱用白话字会当搁再安尼传落来，其实是足赞的啦吼。我嘛有这个期待安尼吼，祝福大家。好，多谢。好，安尼我爱，因为金花老师、海米老师，搁有足侪人，其实即本画本，就是对我就真正是一个青梅牛。我就是因为去金花老师的台语班学要安怎写，嘛知影海米帮我做校对，我嘛认捌足侪新的台语，嘛是新的，就是搁足久的台语词甲伊讲转来。我就是看着因遮的戆人行伫头前。我毋是讲海米甲金老师是戆人，我是感觉大家人因拢已经咧行，无爱互遮的人孤单。如果我会当做伙行，安尼大家斗阵行，才会有气力呀。因为阮所叫咱台湾协会的slogan 就是 Together Stronger， 斗阵拼才有力。你都无力，先甲你牵一个。失志的时阵，唱歌互你听，安尼互相放伴，安尼知影讲，其实大家咧做共款的代志的人是足侪，互相鼓励啦，是足困难的啦。上帝互我看着讲，其实嘛足侪戆人啊！你看即边戆人，即马即个时间搁伫咧遮，在讨论台文，对啊，yeah. Eventually, thanks a lot and praise the Lord. This is what I want to say. 真正今仔日真欢喜，就是邀请到金花老师Jenny 和蔡老师做伙来分享即马我就甲时间交互两个。好哇，真多谢即个阿杨哈今仔来做主持人，金花老师。我敢有拍开麦克？敢听到我的话？有听到。有哈。我是感觉讲今仔日即个 Jenny 哈，伊是咧做一个行动艺术啦，较毋是咧介绍册伊用伊的行动来咧 make a statement
啊嘛足成一个宣教师啦吼，啊真感谢伊安尼吼。我无啊，讲会着转，无讲会着转招哦。无讲会转招，会得着永生啊，另外的画面啦吼，这是足抽象啊。其实实在是确实是有影啦吼。咱迄个台湾通信的 logo 吼，顶头就一只雁牛啊，吼，啊一个辣条吼，所以有一个牧师写讲吼，咱就是一个一个辣条啊，下骹一只雁牛吼。啊，我来介绍咱后礼拜的节目啦，吼。后礼本地是咱请即个前卫出版社的总编辑迄个郑清宏吼，要来讲啊，伊去手术目睭啦。啊，拄好即个拜六吼，顶几工我有机会去到即个 Vancouver 吼，啊，得着李赞成兄甲几位即个同乡吼，吴会中，迄个陈会中吼，啊李秀吼。啊，几位吼，啊明仔做伙交陪，所以我咧有顺个机会甲伊请来讲吼，啊无你嘛来代打一下，阮临时找无人吼，啊，即个李赞成老师吼，这广告的专家吼，啊一个伊甲我答应吼，咱后礼拜吼，咱是咧讲即个北电武艺啦，这我袂晓讲吼，敢是叫做北电武艺吼，啊伊会对台湾的贡献吼，所以是后礼拜，啊搁落去吼。是要请个美芬员来讲吼，你迄个美芬老师，你敢有搁有伫遮？你的题目敢是有若要用即个医用台语？好，有若即个无毋对嘛吼 ？OK， 所以是7月15吼，吼，所以我先介绍后2礼拜的节目吼。啊，咱刷落去吼，咱就是搁有头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咱若逐个有要开讲吼。咱就会当遮自由，你就自由发言安尼，好无吼？好，啊，咱若是差不多1分钟内无人发言，咱就甲即个咱即个会议，咱就来结束来关起来安尼吼。我要甲梁中他讲，他拄啊，迄个北电武艺的吼，伊其实有较好讲的，就是用日语讲啦，就较台语字。哦较台语字。阮第一届嘛是像你安尼讲，啊尾仔就老师有甲阮讲，咱就直接讲伊较台语字安尼就好。好，安尼，好，多谢。迄个梁光兄，我敢会当请教一件代志，就是讲，因为7月15我要报告的时阵吼，我想要试看觅讲，敢会当来做小组的讨论，就是讲Webex有一个功能，伊会当。互咱将一种主持人，伊会当将所有人甲分做几个小组安尼。我当时是设计讲有一寡问题，会当逐个伫小组内底讨论，才搁转来大教室。我敢会当即马来试看讲，你遮敢会看会着迄种功能？好，我安尼即种是足好诶啦，因为咱诶问题吼，有时啊足侪嘛吼，咱会当分组会搁较好，嘿。若讲你会当即马帮我来设置时间，互我主持。我敢会当，互你做，我甲主持人交互你，好无？好，我即摆我来我来看试看觅。我来甲主持人交互你，安尼我毋着爱去遐吼，去你诶。找我诶名。我诶名甲用起来。我诶名，你爱持右键的，看着讲，要甲设置。安尼我甲 right click 吼，我 right click 了。按这哈，我来 click change role，OK，make host，OK， 好，我再转互你啊。好，我看觅。好，安尼，其他人若无代志，当先离开，无要紧，我家己来试看觅。这个功能。安尼，大家晚安，我先息咧，再会。晚安，拜拜，拜拜，大家晚安。好，晚安。好。可能是我即摆用的身份即摆无啥共款，所以我即摆无法度看到倒页我会当做即种迄个功能，所以讲。
我后你礼拜感觉才，你感觉伫迄个 Webex 试过即个功能？有，我即马先离开，我搁确定搁用另外一种状况入来，好无？敢会当搁不，即你若等我一下。你若离开，咱就结束啊，因为你即摆你是迄个主持人。哦，好，啊无你甲用我转去，好无？我用啊，等于好 OK。嘿对，安尼我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入来。等一下，啊，袂我用了较讲哈。嗯。assign privilege change law，袂当呢，你爱甲我。好，我即马我来用，你来用。即马变做是我。嘿，你爱做我做好，我知。present can share。等一下。啊，我知我爱去找梁光兄，我讲哈，刘老师这应该是无问题啦，因为你若是2捌用过的时阵哈 ，OK， 我即摆。对。即马你是主持人嘛，吼？对，嘿。对，好，安尼，因为我想讲吼，我先甲笑用我好势，安尼到时阵才我讲吼，咱是毋是安尼？迄个，咱搁约一个时间好无？哈。哦，好啊。约一个时间来试，啊，你即马等候即个秀版入来时，就是讲等迄个要你的节目进前一工，啊，咱个约秀版来试看卖，安尼好无？好啊，会使啊。我想应该是无问题啦。我讲即个功能吼，咱检查以后，咱会当较接来使用的，嘿。啊，来学起来，大家较接来使用的。好，这我想看嘛，其实我若搁试一届，恁若看敢会当搁等我5分钟，我搁来试一个，应该是会使。